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提提你關於香港停車熄匙嘅規則。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a 陳心妍。喺香港，如果你將車停喺路邊等人或者短暫休息，請記住你嘅車輛引擎係唔可以一直開住㗎。根據香港嘅法例，燃油車輛喺停車等候嘅時間喺同一個位置引擎空轉嘅總時間係唔可以超過3分鐘。呢個規定就叫做引擎空轉，就要停車熄匙。不過法例都有豁免情形嘅，例如係等候交通燈、交通堵塞、排隊加油、酷熱天氣警告或者暴雨警告信號生效。而純電動車就唔受呢個法例規管啦。所以大家記住，停車熄匙既環保又避免咗罰款。請關注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了解更加多嘅道路準則啊！